我真係估唔到呢個紙包雞原來咁好味嘅，我兩個老闆娘都搶住食。又嚟啦，妹妹。嗱，今日哥哥整呢個呢，你唔學真係走寶咯喎。我哋準備咗幾個雞腳，仲有雞翼同埋雞髀，俾啲滾水渌下去，可以去咗啲油脂，同時方便上色。俾啲薑葱，加一包鹽焗粉，佢係加咗沙薑同埋竹鹽嘅，配料乾淨，大人小朋友都食得放心。用佢整雞真係唔錯，大家可以試下。嗱，平時我哋用佢整電飯煲焗雞啊、蒸雞啊，都非常好味噶。嗱，我將佢嘅連接放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朋友可以去睇睇。攪勻後熱佢10分鐘，煲底鋪一層錫紙，再加入洋葱，再放入雞。拍視頻唔容易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倒入剩低嘅醬汁，再鋪一層錫紙封實佢，冇俾佢透氣。細火焗佢20分鐘，一開蓋，隔離屋都聞到香味，哇，超正啊！快啲試下啦〜